张阿水透露了2个关键信息：第一，他说敌人不会放弃他，也就是说，他认为敌人有必救他的理由；第二，台湾方面针对我们的水地工程制定了磐石行动，那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会面对敌人一系列的阴谋。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地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。草蛇灰线，伏木千里。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，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。谁啊？寇雪松。又见面了，白大夫的女儿。其实白大夫很不简单呐，他要是想杀我，我早就死了。他为什么要杀你？那你得回去问问他，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爸救过很多人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。你觉得你爸是个好大夫，还是坏大夫呢？公安同志，记住了，徐文正。徐文正正是这个潜伏的大特务，代号雪豹，52年被抓，53年被处决。他这档案怎么找不着了？他的档案就放在中间这排柜子，左边的第2列第4个抽屉里。老姜，你这记性可以啊！要不怎么说啊，是活档案呢？哎，老姜，你知道寇雪松吗？寇雪松，上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，他还是那边的情报副主任，他是我们张局一生的劲敌，你不知道？老师之前没有说起过。1947年初的时候，稽查热疗分局社会部要把情报站迁到张家口的赤城县，那时候咱们张局还是外勤组长，刚到赤城县就出事儿了，敌人的精准轰炸造成我们严重的损失。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，是张局一个很信任的手底下，就是这个寇雪松。他安排了3年的特务，所以这个寇雪松啊，十分擅长埋伏长线。怪不得老师提到他的时候，神情很凝重。这个张阿水醒了，要是张了口，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？壁虎跟李光明会暴露，而且我们拿到水滴工程的部分会议纪要仍然在张阿水手上。做事情啊，就跟下棋一样，要有大局观，要知道轻重缓急。会议纪要呢，对我们了解水滴工程的确很重要，但是外勤人员的生命安全才是我们完成磐石行动的根本。你告诉雪狼，尽快让张阿水永远闭嘴。主任放心，雪狼知道该怎么做。对了，让张阿水醒来的那个神医，之前在龙门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据说此人是雪豹徐文正的手下鬼枭。鬼枭？鬼枭还活着？能确认吗？雪狼也在怀疑，毕竟他上次见面的时候是49年，而且只见了一个侧面，所以不能确认。你看是这样，徐文正是53年为党国尽忠的，当时他的下线我知道是抓的抓，死的死。你说这个鬼枭怎么能活得好好的，什么事都没有呢？主任，如果此人确定是鬼枭，是否可以启用？毕竟磐石行动急需人手。你看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没有佐证，此人是否还可信，是否还愿意服从党国的指令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不过可以试试，但是首先要确认他是否还对党国忠诚。是。老姜，怎么白明翰还给徐文正治过病？他俩认识？对，这条线索我们查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而且，徐文正在被处决之前，白明翰也或许到监狱里给他看过病。哈，这个徐文正
保密局上校组长，官阶不小啊。这样的高级特务，来卢门能干什么呢？重庆解放以后，西南部的特务就作鸟兽散了，一部分特务就涌入到了卢门，这为我们后来去营救卢门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，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卢门惨案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。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。啊，说说看。首先，张阿水怎么知道白明翰能治枪伤？这说明他之前知道，他治过。问题是给谁治的呢？第二，白明翰跟徐文正的关系，这徐文正好歹是上校组组长，保密局那么多大夫，得了什么怪病，一定非得找一个江湖郎中去治。第三，这白明翰的档案，解放前的历史说得不清不楚，而且关于这件事情，他所有的解释，我都觉得很牵强。他说他知道龙门惨案，但又说是道听途说，以他跟徐文正的关系，怎么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？但是呢，我有另一个观点，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，他完全可以趁治疗张阿水的时候把他杀了，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。童斌，队长，丁杰呢？医院看着张阿水的。啊，队长，我觉得虽然现在白大夫确实救醒了张阿水，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没有问题。有没有问题也得看张阿水怎么说。有道理，接着说。你急什么？童斌，这张阿水现在什么情况？啊，高主任不是说吗？张阿水刚醒，身子特别虚，还得再养2天。那你听听。当然了，我不反对你的猜测，但是这个白大夫一旦有问题，绝对不是简单的任务。我们现在不但要考虑各方面周全，更不能打草惊蛇。办案一定要讲究证据。是。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，带着资料，明天下午4点，市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-12号，定县甘峡。哎呀，你说当个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！最近我们厂啊，这给仪器厂送货，送的都是精密仪器，别人还送不了，还非得我来。哎呀，天天起早贪黑的，也没捞着个休息啊。为国家做贡献，也得注意身体啊。哎呀，有啥用啊？天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呢。给拿药，啊，药啊，回去你给按时吃，啊，你别这今天明天不吃的，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，啊，一忙起来就忘。来，我把针戒了，好吧。好了哈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这下轻松不少啊！哎，这个再给你拿上。好，回去吃那个药就感觉挺好的。这回给你开的药也很重啊。哎，来这个，哎，对，上回就吃这个药，就效果都挺好，是吧？哎，多少钱呢？这个？哎呀，什么钱？那不行，我们上回都没给钱。你看着给吧，看着给，反正多少就这么地了啊！哎，你多担待点。哎，行，那你忙啊，我得赶紧了，车队还有事儿了啊。注意休息。哎，好嘞啊。
丹阳，前天我跟你说那个，想什么呢？是你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我在想实验水池的事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累着，你得劳逸结合，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，这怎么行？来，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散散心。我不想出去，你去吧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。你都没动呢。哎，你还没怎么吃，什么情况这是？这道热工学70到90的大气压，临界热流有点问题啊。丹阳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错了吗？我再算一遍。我还以为计算机都精确无比呢，原来也有算错的时候啊。丹阳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啊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你要是累了，你就先回去休息会儿。没事，马上算好。这个出来了。季专家，就这样。哎，丹阳，丹阳，啊，晚上7点半一起听广播。好。怎么办的我死了？你敢在这儿杀了我？东西在哪儿？别那么着急，转高血了。想想怎么救我出去，我得拿这些东西换我的命。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雪狼不是无所不能吗？这是个家。我怎么保证你不跟公安交代？玩个灯谜吧。二星一体，4肢8头，3天时间。你们要是找得到东西，算你们有本事。3天之后，要是还没救我出去，我就告诉公安一切。队长，红梅来了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不约了丹阳吗？哎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他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？你也发现了？啊？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又那个？什么我们俩？什么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他现在这样，肯定有事瞒着咱们。我去问问。哎，不是什么事都要风风火火的，只要他在厂里就是安全的。他不说，你问了也没有用。那怎么办呀？他要是出场，盯紧点。行，来，听听，这歌可好听了。
嗯，小慧，想什么呢？好像有心事。爸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？那个特务醒过来了吧？他跟你说的。啊，他是特务。你这个孩子，你看看，公安的找我去给特务治病，说明他们相信爸爸。可是你呢？你却不信爸爸。没有。那个特务他说你不简单。爸爸当然不简单，爸爸把他给救醒了。但是孩子，要记住，坏人的话不可信。爸爸是个行医的，在爸爸眼里，所有的病人不分高低贵贱，救死扶伤嘛，这是医者的本分。嗯。哟，季专家，够准时的呀！去工地对吧？我带你去。彭红梅呢？啊，他还有别的任务，今天我陪你。上车吧。走。丁姐，时间还来得及，我想先去趟图书馆找个资料急用。是图书馆是吗？啊，好嘞。海康，你以为你的铅笔炸弹做得很精妙，我们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吗？哟，还知道是铅笔炸弹啊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你在这儿应该躺好几天了，怎么样？还舒服吗？谢谢政府对我的关心，所以只要我什么都不说，就还能舒舒服服在这儿躺着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同伙马三已经死了，你还指望雪狼和壁虎来救你？说，上线是谁？雪狼是谁？雪狼是一阵风，一个影子，是夜里站在你身后的黑白无常。我劝你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，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第一次都没珍惜，我要第二次干什么？我是个杀人犯，陈队长，招不招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着。
季专家。哎，罗馆长，你好。你好。上次那些资料对您有用吧？啊。我呢又请省图拉了一张单子，看看您需要哪版，到时候我帮您申请调阅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那你先忙。哎。还真让你猜对了，他心里有鬼啊！咱把他扣下算了，让他这么跑来跑去，别再出什么事儿啊！我倒是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哎，你去看看他刚才看的都什么书，我去跟着。好。红梅，这个季专家还真以为能把我给甩了呢。他还真会挑时候，那边特务刚醒，这边就给我找事儿。哎，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？倒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，就是特别紧张。这都整整1天了，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看，红梅，这季专家捡小孩的飞机干嘛？去调查一下那个小孩。好。复兴路邮电局2号电话机旁5点整。填一下这个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儿。你打不打电话？马上，马上。在搞什么名堂？喂，季专家很准时啊，东西带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绕来绕去的，到底要干嘛？
同志，马上我们就要下班了。说就走，同志，结账。哦，好。您慢走。谢谢。邓姐，这是火车送过来的。邓姐，我这天天来送货。啊。报销。哎，谢谢啊。问过了，有人给了小孩几块糖，让他扔的飞机。不过孩子年龄太小了，怎么都描述不清楚，到底是谁指使的？哦，对了，邮局他接的电话我也查过了，是长春路邮局打过来的。图书馆没什么异常，书店我也去问了，工作人员说那会儿都快下班了，店里就压根没几个人。哎，这都是火车上运过来的精密仪器啊，一定要慢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来，来哥，来，我给你们打。好，哎，抬稳了，慢点。小心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吧？小没事吧？脚砸了，没事吧？哎，大夫，我这脚怎么样了？这还能开车吗？你这脚已经骨裂了，还得肿一段时间呢。别想着开车了啊！这伤筋动骨得100天。100天？哎呦，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忙，你说我怎么能歇着呢？你说，哎呀，你说这事闹的。先安心养着吧。啊，好，那没别的办法了。陆秘书，白慧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厂医院？啊，今天厂医院要开个会，这还没到点儿呢。啊。我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。道歉？是，那天医保小组的事情，我问话问的有点不太礼貌，所以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今年的新茶，拿回去给白大夫喝。哦，不，这个我不能收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嘛，一点茶叶而已，就当是我们革命友谊。这个我真的不能收。特殊病房的患者还等着我去医护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他这都已经跑1天了，到底在等谁？我说红梅啊，我还是想说，咱直接把他带回去，咱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他故意把丁姐引开，用意已经很明确了。这个时候，就算我们把他抓过来，他也未必会说，更何况还会打草惊蛇。
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不是交接情报或者接头之类的。如果是交接情报的话，在邮局就完成了呀。现在不管怎么说，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一旦有危险，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。对了，张阿水还在医院里，现在你们就先回去，我守在这儿。你一个人行吗？放心，没问题。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！行。害怕了。你都这样了，我为什么要怕？回去告诉你爸，他出卖了我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敢？我这种人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要让你看着你爸爸死在你面前。生气了？你现在都这样了，别想着害这个害那个了，公安早晚不会放过你的。慢点。哎呦，我这脚疼的厉害。别着急。慢点。哎，你呀，刚打完针，你先在这休息一下，需要观察半个小时。哎，好。你休息一下，慢点啊。哎，好。我给你拿药。哎，谢谢护士。没事儿。哎。你好，同志，拿药。谢谢啊。取下药。烤地瓜，烤地瓜嘞！又香又甜的烤地瓜。老板，哎，来俩烤地瓜。好。来，哎，庞红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该我问你吧。怎么了？还不是那狗特务？你跟坏人置什么气啊？上次我说我拿针扎他，你还不让，要不你去扎他2下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光想着跟他置气了，都忘记给他量血压了。我去，他醒了。啊，那还是你去吧，去吧。珊珊，5号病房今儿都没开水了，可是归你管。哎，不是，你可真行你打壶开水的事儿你也指使人，以后你的事别找我啊。稀罕。守住门口。是。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一出来就这样。所有人不要动，站在原地，保持安静。所有人不要动，保持安静。亮灯之后，确定好自己与身边人的位置啊。好。行。
保持安静，保持安静。好。小张，小张，醒醒！所有人站在原地，不要动。谁？出来！白慧。我听说产业院出事了，我来看看。陆秘书，专项组宣布，产业院全面警戒，现在不准进出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是厂办秘书，我也不行吗？不行。停电的时候你在1楼是吧？他当时也在这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一直我就刚走到这儿，灯就灭了。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，我去看看。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，我就没动。值班，就在值班室啊。刚才值班室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是运输队的，怎么会在我们医院？我这不是给你们厂送货吗？伤了脚，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。哎，你别动，肿着呢，我这鞋带都不敢系。这不是拿了药吗？然后说要在这观察，我就在这缓一缓。刚才怎么回事？突然就停电了。是保险丝熔断了才导致的停电。这保险丝熔断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？不一定，我得查一下全院的电路。啊，好，那就麻烦霍师傅了。好，我陪您一块儿，咱尽快。好，哎，队长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，通过季丹阳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，再设法让这医院停电，来谋杀张阿水。迪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，他们算得这么精密。我在想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？你的意思是，内部有问题？我现在呢，也只是个猜测。队长。红梅，白慧同志，你先不要紧张，我们呢就是问你点问题。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？我要给他量血压，然后突然就停电了。那你量血压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？白慧，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，努力的回想一下当时你所有看到的、听到的所有事情、所有细节，尽量想。当时房间里断电后一片漆黑，我听到门口有声音。你是谁？命是我问。就知道你会来，雪狼派你来杀我还是救我的？二星一体4肢8头，什么意思？看来你们还没找到东西，那就快救我出去！你少给我打人！你当我傻吗？说了也是个死，乖乖的救我出去！然后呢？没时间跟你捂嘴，东西到底在哪儿？说了我还能活吗？想杀我是？想杀我来呀！我一动不敢动，整个人就傻那儿了，直到灯亮了，陈队长进来，我才敢。好，白虎同志，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，还请你配合。首长，带白慧同志在门口休息一下。是。
断电时间1分钟多一点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凶手肯定还在医院。队长，我觉得白慧现在太过紧张，我建议先调查其他人，让她休息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季专家那边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我给他放拘留室了。你把他关哪儿了？公安同志啊，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明天早上还得上班。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，我呀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。你们现在把我们当犯人一样。别着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我们呀，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。我们现在正在调查，在此期间啊，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啊。公安同志，我一定配合。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？我车还在你们厂呢，你现在不让我走，我就怕耽误运输队明天用车。放心，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啊。骆护士，你先坐这儿等一下。看一下。复兴路邮电局2号电话机旁5点整。喂，季专家很准时啊。你到底是谁？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2排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，那里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。你绕来绕去到底要干嘛？你别跟我废话，季丹阳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掌握得很清楚。安文山的小命在你手里呢。张局啊，那些资料我看了，确实是普希金的事迹。那是丹阳同志用来骗对方的。丹阳同志啊，虽然有些害怕，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。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交出去的。我当然相信季丹阳了，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把照片和威胁信投放在季丹阳的房间，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。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季丹阳身上，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。楚公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另外，我会加强对专家组的保护的。理解，我理解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。其实，我们已经得到情报，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。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又擅自行动，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。对不起，张局长，我知道错了。敌人就是利用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，给你写威胁信的。如果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希望你吸取教训。关于安文山的近况，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。谢谢张局长。水滴工程是敌人的眼中钉，你们这些专家都是他们的目标，你们只有保护好自己，才是对敌人最好的打击。红梅，送丹阳回灵武所吧。是。对不起。那封威胁信，还有照片，还有你伪造的数据，全都没收了。回去你也好好想想，到底有谁能进到你的房间？这个人不仅能进专家楼，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把信放下，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？
二形一体，4肢8头，这到底在哪儿？队长，今天早上我去厂医院附近又进行了一番搜索，一共2个发现。这个烟头和上次东山的一样，是同一种卷烟纸。这个刀呢也特别奇怪，磨得特别锋利，和张阿水尸体上的刀痕吻合，血型也一样。指纹踏了吗？没有指纹，应该是做了手脚。这到底是什么刀？季丹阳，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。这是陈东升要求的吗？这是我的要求。认真工作，别想其他。你去医院干什么了？公安同志，我这都说了一晚上了，我就是身体不舒服，去拿点药，然后碰到停电了吗？不是。我记得医院的配电盘是你修的。是我修的。我当时停电的时候还跟你们那个公安同志说来着，我说我去看看，但是不让我动啊。不是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杜芳说，5号病房没开水，归我管，我就去打开水。然后就突然停电了。你在走廊配电盘附近还看到什么人？我没注意，真的。我是天刚黑的时候进厂的，给你们厂送货，我还帮着搬货来着，结果把脚给砸了。还是你们厂的工人把我送到厂医院。您当时就诊的时候是哪位医生给您看的病？姓什么来着？姓葛，那护士都管他叫葛主任。之后呢？然后不就是我开了药，然后给我打了什么针，这护士非让我在走廊里观察。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迹象？嗨，医院不就是医生、护士、病号吗？没什么可疑的。对了，我看见我们厂的那个陆秘书了。陆秘书？你说陆秘书出现在张阿水病房附近，他在干什么？这你们都不知道？陆秘书总来我们医院纠缠百会。骆珊珊同志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我希望你陈述事实。事实就是陆成来找白慧呀。我当时坐在走廊里，我还想着，这脚坏了也没法开车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结果突然就停电了。停电之后，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，或者是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没有？灯一黑之后就大家都乱了，就喊什么突然怎么没电了，找什么备用电什么的。队长，对不起，偏偏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，我还是警惕性不够。嗨，你别自责了，你现在也有伤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张阿水死在厂里，死在厂医院，我这个保卫科科长，真是没法交代。这件事呢，也不能完全怪你，是我们中了敌人的计。啊，你熟悉咱们厂，你帮我看看，咱们厂医院上上下下都有谁抽这种手卷烟？放心吧，队长，我一定把他查出来。好。队长，这是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。死者张阿水，致命伤颈部，伤口长7公分，最深处达3.4公分。这是一刀划破了大动脉，一击毙命。这2个物证是今天一早我在厂医院附近搜到的。这把刀被磨得特别锋利，
上面有血痕，和死者的伤痕吻合，手卷烟和上次在东山发现的一致，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。红梅，你来介绍一下嫌疑人的情况。是。这3张图是老姜在亮灯之后，根据每个人的位置绘制的位置图。这个是厂医院的剖面图，这2张是厂医院1层和2层的平面图。可以看到，张阿水的病房是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。那么当时在他病房周围的白慧，还有就是走廊的孙大夫，还有门口的守卫，其他的3个嫌疑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，凶手要在60秒的时间之内完成打晕守卫、跟张阿水对话，然后杀人、出逃等等这一系列动作。同时，根据白慧的描述，他们2个的对话大概在30秒到40秒之间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只有不到10秒的时间从自己的所在位置移动到张阿水的病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时赖广润，他其实离张阿水的病房并不远，但是他有脚伤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从1层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，理论上来讲是有难度的。骆珊珊，他离张阿水很近，但是他有杜芳的不在场证明。当时在那个时间，他确实是给5号病房打水了。还有电工刘思毛，从剖面图上我们能够看到，他离张阿水的病房物理距离比较远，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。而且根据电工室的霍师傅所说，这次不是配电盘的问题，而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停电，具体的原因还在排查当中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和证明。是。还有这3个人，还偏偏都不抽烟。队长，是不是我们方向错了？队长，那接下来这3个人要怎么处理？放了，散会。是。红梅，你留一下。是。大家都知道，昨天晚上厂医院出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。在专项组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，大家都不能乱说。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：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，恢复日期另行通知。另外，因为厂医院防范不严密，才让敌特势力有机可乘。经研究决定，制定以下条款：第一，护士站严格执行签到制度，每个护士上下班都要按时签到。第二，护士的病历、护理记录、医生处方都要严格保密。我是在讲白慧，她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。白慧，我已经暂停了她医保小组的资格。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，她不能再接触专家组了。队长，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白明翰，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表明白慧也有问题啊。再说了，以他的身份，如果真在病房动手脚，也太明目张胆了。但是白慧当时出现的位置实在太蹊跷，现在对我们来说，任何一点都不能错过。水滴工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专家上，所以说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是。队长，基于之前对白慧的调查有过误会，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谨慎些？谨慎，除非他说的那个字谜我们能找到答案，否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队长，我觉得李光明和陆成也需要接受调查。说说你的看法。陆成虽然在停电之前就离开了厂医院，但是他出现的时机也很巧，说不定他是拿白慧做掩护呢。毕竟，如果短路的问题跟之前定时炸弹一样有延时效果，那他的嫌疑也很大。李光明呢？李光明，首先他当时也在医院住院，另外誓师大会的事情，他身上还有很多疑团没解开，也需要调查。陆成和李光明呢？我已经派丁杰、魏同斌调查了，白慧这边交给你。是。白慧能不能确定声音是谁的？
他说那个声音比较嘶哑，我认为是故意为之。他们又说到了雪狼，看来这个雪狼啊，是迪特在龙门的最高指挥。根据白慧回忆，张阿水说的谜语是关键，是在被捕前还是在被捕后？如果是被捕后，他跟谁说谎？报告。啊，老姜来了。局长，老姜，来，你看看这把刀吧。这是画油画用的油画刀啊。油画。对。红梅姐，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毕竟你是当事人，专项组向你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。你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另外，医保小组的事儿，你也理解，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。我理解，我就是担心楚公的身体，他那颈椎刚治疗到一半。小慧，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出事之前陆程为什么要找你？你知道啦？这也要说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是真拿他没办法，他老来医院找我。出事前他还要给我送茶叶，我没收。总去医院找你，为什么？这你还不明白啊？但是我对他们真没那个意思。啊。哎，那他后来去哪儿了？有跟你说吗？没有，我之后就去病房护理张阿水了。啊，我了解了，谢谢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哎。回来了。哦。小慧，一晚上没回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饿了吧？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做饭。小慧啊，小慧，爸，进来吧。小慧，快吃饭吧。怎么？啊，不饿。快吃饭吧。这怎么了？爸，你救活的那个特务，在病房被杀了。啊？你们厂医院不是有公安在守卫吗？怎么还会出这个事儿呢？小慧，你昨天晚上没回来，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吧？我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？错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当时你在哪儿啊？我当时就在病房里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被杀的人。啊？你在那个病房啊？孩子，吓坏了吧？这事儿怎么就让你给摊上了呢？你当时出事以后，谁在你身边呢？当时就我自己，但是昨天晚上是红梅姐他们陪着，他们把我留下是为了询问当时的情况。还好有人陪着就好啊。爸，他们可能是觉得我有问题，把我撤出医保小组了。撤？哼，清者自清。咱们自己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不怕，撤出医保小组。我告诉你，这还是坏事变好事了呢。你在那干嘛？不是这样，我是觉得被人怀疑的滋味不好受。谁怀疑你？就他们吗？啊？你怕他们怀疑吗？爸，那个特务跟你是不是认识？他的命是我给救活的，他不认识我行吗？我不是说这个，是不是以前你们认识？那个特务他
他之前跟我说让我回来问问你，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。当时公安还在场。他让你回来问我认不认识徐文正啊？徐文正，咱们卢门这老人谁不知道徐文正啊？徐文正那是解放前在咱们这卢门是个大坏蛋，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，镇压了。哪是我一个人认识他，都认识他呀。我给徐文正过去还看过病呢，能不认识他吗？怎么了，孩子？是不是被吓得糊涂了，吓傻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不怕了啊！冷静，镇定一下。爸爸给你把饭再热热，赶快出来吃饭，好不好？哎呀。小刘啊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服从组织安排，到哪儿不是建设新中国呀？再说市政单位也挺不错的，去了好好干啊！我这边干的挺好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小刘啊，哎，陆秘书，劝劝他。小刘同志啊，怎么还不去劳动科报道啊？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爱给谁打电话，我是哪儿也不去。陆秘书，小刘这思想有点小农心里不太平衡，没来由的把人调走了。其实平时呢，小刘工作还是不错的。怎么能是没来由呢？他调到市政，是劳工科下的文件。不是陆秘书，我在咱们厂干了4年，也算是老职工了。说调走就调走，总有个原因吧。再加上这段时间流言蜚语那么多，说我有这个嫌疑那个嫌疑，我能走吗？人家怎么说我？我名声不要我。哎呀，你不要乱想，谁说你有嫌疑了？没人说嘛。还没人说，那都知道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上医院开点药，把我当嫌疑犯一样审了一晚上。不是陆秘书，当时你也去医院了，你怎么不调走？哎，这能是一回事吗？怎么不是一回事啊？哎，注意点态度。行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嫌疑？人家专项组有答案。你说谁有问题啊？你说谁有问题啊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就不走了。刘四毛同志，我劝你不要闹情绪，我们就是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嘛。那就一起搬啊！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你？啊？你如果再这么闹情绪的话，恐怕你连路政管理大队你都去不了了。为什么把你当老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就是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明明白白的做事儿。行，陆秘书，我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记住你了，我记你一辈子。哎，小刘，白慧，你别想太多。其实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。谢谢葛主任，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，这样我就踏实了。出事之前，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？是，他说要找我道歉，还说要送我茶叶，但是我没有收。没收就对了。白慧，你是个聪明姑娘，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。哎呀，这个陆秘书啊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他一直很喜欢你，也不停地在献殷勤。但是说实话，你们俩真不太合适。我拿他只是当普通同事看待，
可是他毕竟是厂办秘书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也不好太冷淡。所以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才让陆秘书觉得他有希望呢？白慧，其实你也到了合适的年纪了，应该考虑找个男朋友了。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。哎呀，该考虑就要考虑，听姐的。你的这些经历啊，姐姐以前都经历过。陆秘书不合适，不代表就没有别的好青年可以选择呀。哎，比如那个季专家，我看就不错。我们不可能，我们就是同事间的友情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季专家他非常关心你。你看，每次季专家来厂医院，他都拉着你聊天。你看他怎么没关心过骆珊珊和张玲他们呀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心里有你。我还是想着先好好工作，不想那么早谈恋爱。百惠，你也别这么说，我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挺合适的，啊，真的。如果喜欢就主动追求，别到最后错过了，自己再后悔。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？红梅在哪？丁姐，还看着呢。你说这帮特务们也会嫌麻烦啊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删。这是在隐藏身份，没有笔记，咱们就无法通过笔记来排查到这个人。我觉得呀，季大阳在接收到这封信之前，所有进出过专家楼的人，除了专家们，都得排查一遍。查过了啊，这是名单。根据门卫的回忆，应该就是这些人，没什么遗漏。陆成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咱们这个陆。过一个人，可是我没有勇气，不敢表白。战乱的年代，各奔东西。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现在想想，我其实很后悔。既然喜欢，为什么就不敢主动追求？结果就错过了一辈子。白慧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，我偏偏就向着你吗？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了。你这么善良，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受到伤害。白慧，听姐的话。我就是你的一面镜子，别像姐姐一样，在最好的年华，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。季丹阳，怎么了？我要出场。你现在非必要不能离场，干嘛去？去图书馆。要借书的话，我请骆馆长帮你。不用了，
我自己去。说了，你现在不可以。我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厂里不让我出去啊？这是专项组的决定，而且，毕竟现在厂医院的案子嫌疑人还没抓到呢。万一专家要出场，再遇到点什么事儿，我们也负不起责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专项组是不是还把我当嫌疑人？我可没说，希望你配合工作。季专家，季专家，葛主任，来给楚工做检查啊？是啊。这是白慧托我交给你的电影票。他给我这干嘛？医院的事，季专家也听说了吧？白慧她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这不，晚上我们厂礼堂放电影，白慧呢，想找个人陪她一起去看，但同事们都因为医院的事，都疏远她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有苦难言啊。这不，她就想到你了，但是她自己不好意思，就让我交给你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白慧。哎，季专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票也是葛主任给的吧？是啊，不是你托葛云姐给我的吗？这葛云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她可能是想让我们看一下寂静的山林里怎么抓特务吧。季专家，你看过这个电影吗？白慧啊，以后啊，不用专家长专家短的，我也不是什么专家，叫我丹阳就行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那个医保小组的事儿了，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，就不用经常找我了解情况了。找你？找你干什么？当时停电特务行凶时，我就在那个病房里。你在现场？庞无梅还在怀疑你啊？没有，他真的就是了解情况。真没想到啊，一晚上能发生这么多事。咱们现在灵武所就跟堡垒一样，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可不行。你想借什么书？我可以帮你。这事儿还真只有你能帮我。白慧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线索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，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。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，看看是从哪本杂志、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？这个怎么找啊？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。很简单，能大量接触报纸杂志的地方，无非3个地方：邮局、书店、图书馆。而书店和邮局上的杂志和报纸都是新的，被剪下来的可能性很小。而图书馆的阅览室，大家可以随意翻阅，所以我想先从图书馆入手。做这个的是不是特务啊？很有可能。这上面的17个字，有10个是铜版纸上剪下来的，7个是报纸上剪下来的，而只有杂志用的铜版纸最多。所以我想请你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看，看看哪些杂志上被剪下来了。这个游戏有意思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红梅姐知道吗？被她知道，哪儿也骗不成了。卢有顺，
解放后潜伏在龙门的特务，被捕后举报有功，判刑6年。我们得到监狱部门的反映，说你有重要线索要举报。是，公安同志，狱警问我雪狼和壁虎的事情，我要检举揭发，我要戴罪立功。有改过自新的决心是好事。说说吧，你对雪狼和壁虎知道多少？雪狼我知道的不多，但我听说过他。以前我们的老大，不，我们这条线最大的特务头子，雪豹徐文正，也让雪狼在。见过雪狼吗？没有。雪狼这种人特别神秘，都说像风一样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他还无处不在。龙门惨案，他是主谋。是，就是他负责的。那时候国民党都兵败如山倒，谁还想干这种丧天良的事？可雪狼这人心狠手辣，非要杀被俘在小灰楼的共产党。壁虎这个代号知道吗？壁虎是雪狼线上的，是雪狼最忠心的走狗，而且壁虎这个人心狠手辣。我还听说，他最善于使用一种特殊的三角形的刀，刀法极快，一刀下去不见血，人就倒了。等周围人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不见了。反正传得挺深。小灰楼在哪儿？西关大街112号，现在的市图书馆。白慧，让我逮着了吧？干嘛呢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爸看到你来了呗。7点整合敌路西侧台阶，无坚不摧，我都看见了。谁给你写的呀？啊，别乱说。是季丹阳，他用这种方式给你写条子啊？不是他给我写的，他让我找这些字是从哪个杂志剪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明白了，图书馆我熟，我帮你找。看看，见没见过这个刀？应该是，我听以前的兄弟说过，就是这种三角形的刀。壁虎你见过吗？我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知道他这么多事儿。干这行业的原则，2条线上的人互不联系，这为了安全。再说卢门特务厉害的就这么几个，我都听说过。我还知道，这个壁虎以前是个中学老师。照片里的人你看看，有认识的吗？这不是白大夫吗？你认识他？他以前给雪豹徐文正治过病。他是你们的人吗？这个不清楚。再想想。应该不是吧？再说我也不能冤枉好人。这我真不知道了。陆有顺，把你所有知道的，包括雪豹的详细情况，都写下来。是。我是吃人的小鬼，吓死了！你快点吧，还有7个字没找到呢。怎么这么多呀？什么时候能完呀？哎，你说这人到处捡字组合句子，他直接写不就得了吗？周俊，你怎么知道？借阅卡上写着他名字呢。珊珊，这都快闭馆了，怎么还看呢？爸，乐叔叔好。从小到大，我也没看你这么用功啊。
是人家白慧想看的吧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就不能学习了？知女莫如父，不过你要求上进啊，我开心。啊，叔，我可以借走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赶快办借阅，要下班了啊。好嘞，谢谢骆叔叔。好，那我忙去了。哎呀，入门这个天儿也是挺奇怪的啊！刚才还阳光明媚的，这转眼下起来了。这雨啊，下不长，一会儿就停了。要说这医术啊，我还是信你白大夫的。现在啊，厂里缺人手，我这脚得赶紧好起来。这还真不行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这段时间啊，最好别碰车了。那可不行啊！现在可是关键时期，我可不能歇着。我听小慧说，厂医院出事的时候，你也在医院啊？可不是吗？这特务跑到医院里去把人杀了，我被扣在仪器厂配合调查了一晚上。哎，小慧不是也接受调查了吗？她没事吧？配合调查，她能有什么事？你这不也好好的吗？是。你说这帮特务啊，跑到医院里去杀人，胆子太大了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白大夫，前段时间我这个老家来封信，愣是找不着了。